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去看外婆，夏天就这么过去了，最近气温也开始降了，看看老人家过得怎么样。顺便上次请人来收纳，成果怎么样？我要拍给大家看一看。上次因为我有事先走了，现在要先去修个车，出了一点故障。我们的汽车钥匙失灵了，就是你换了电池也指挥不了这辆车。现在他们在查，说有可能是里面的那个控制板坏掉的。现在换个电池。Later， 朋友们修好了。之前是我们自己换了电池，结果装反了，这个怪我们自己。啊不啊，那辆灯啊不开叫，还是开灯。我们一个人没开啥个灯叫。我楼下头在听见那唱着。我上衣服唱着，唱不出来。原来侬啥个嗨么子叫？那蛮新的饼。蛮新的得自家吃着碗。别我跟我是一个人吃嘛，不来管。我饼是大的，一张个饼中一个人一顿，所以还吃半。跟我人都长得看看上次收纳的成果，这个橱上贴满了小标签，看一看。这里是 T 恤衫，旁边是坐垫，来看一下。秋冬装裤子都收纳好了，上面的衣服看一下，摆得很整齐。看看这个坐垫，这些都是外婆现在不用的垫子了。这是收纳的书桌，还是蛮整齐的。那么辰光差不多，你走吧。本来是11点钟钟的顶站。我上到南出去吃中饭。那要是最近胃口不大好。天热子总归有点吃不惯，天风凉子嘛是。我不费劲的，今朝我到那去吃惠州寿司，拿几个吃几个，不浪费。依稀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回转寿司，就是外婆带我去吃的。当时是在苏州的家乐福，一眨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只是记忆中的外婆和眼前的不太一样。那时候的她比现在年轻多了。没有阳光就没有世间的温暖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的现在。关爱长辈是我们的责任，更何况是妈妈的妈妈。那弟弟可几个呢？夕阳无限好，人间重晚晴。外婆再见。